由市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动公司客语无障碍环境的计划，6号上午伫台南新老病院设立临柜的服务据点，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为客语的服务人员收证，并且感谢新老病院愿意来协助甲斗相共，配合客语的无障碍推动，让客家的乡亲会用得到更较便利的服务。客语是台南很多客家的乡亲，也都在台南市，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客家的一个集中的聚落，除了那个南溪的江家古厝，还有白河的诏安里之外，其他的地方很多地方都是客家乡亲的散居在各地。但是我们看到新楼医院这么多的病患以及陪病家属，事实上客语的服务的需要是很多的，所以非常感谢我们刘院长，感谢唐副院长黄副院长以及大家各位新楼医院的各位同仁，大家的帮忙，能够协助跟配合我们客家事务委员会来推动客家客语无障碍的环境，能够让许多客家乡亲尤其年长的乡亲能够得到更便利的服务，能够让大家来看病无障碍。无障碍，我们一般只想到是环境而已，他已经发现说语言上面的障碍很重要。刚刚我们看这边有2位在这边来表演出来，假设没有人翻译，我真的是跟智障一样，听不到、听不懂他的表达什么。我想这里市长非常愿心说要把它推动那个客语，因为有好多语言，那客语是其中他致力于推动的。我想这里我代表市民非常谢谢。现场透过公司客语服务志工的示范，教导客家乡亲如何使用自动缴费机，不但方便，而且客语嘛会通。好了，要付款喽。好，记得付款哦。支票第一片，引购一照片哦。好，他的钞票呢，请投入右边，那硬币呢投左边。右边6号嘞，可以手机哦。有，敲金列印，列打哈。好，说缴费缴好了，要不要列印收据？要的话，请按列印。手机列印总枪背哈哦。市府推动公司客语无障碍环境的计划，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，目前总共设立11个服务的据点，其中医疗院所甲机构都5位。服务的项目除了提供客语的口译、导览、甲车工、观光等资讯，同时嘛会取得各项动静态、客家展览的活动资讯。因为这礼拜是母亲节，伫个活动最后，市长甲新老病院的院长嘛现场来致赠康乃馨，祝福全市的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